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註冊制度，關 Sir 快問快答。好準時喎，GoBot。今日快問快答又收集到幾多條問題啊？關 Sir， 今日有幾位交易商都想一齊參加個快問快答啊，不如我邀請埋佢哋入嚟？當然冇問題啦，咁拜託你啦。關 Sir， 交易商到齊啦。哦，好啊，好歡迎大家抽空嚟到今日嘅快問快答環節。我係海關嘅關 Sir。GoBot 同我講，大家就住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註冊制度有一啲提問喎。係啊，關 Sir， 我知喺2023年4月1日實施咗個新制度，但其實咩係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註冊制度啊？冇錯啊，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註冊制度已經喺2023年4月1日起實施，而香港海關就係負責呢個制度嘅部門，負責執行註冊規定以及監管註冊交易商喺打擊洗錢同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嘅操守。喺現行制度下，任何人打算喺香港經營貴金屬及寶石業務，並喺業務過程中喺香港進行總額為12萬或以上港元嘅交易，不論係支付或收取款項，都必須向海關關長註冊。關 Sir， 我從事貴金屬及寶石業務㗎，我知道制度分咗兩類註冊，咁我應該註冊做邊類註冊人呢？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註冊制度共分為兩類註冊，任何交易商打算喺業務過程中進行總額為12萬或以上港元嘅非現金交易，必須註冊為 A 類註冊人。另外，任何交易商打算喺業務過程中進行總額為12萬或以上港元嘅現金交易及總額為12萬或以上港元嘅非現金交易，必須註冊為 B 類註冊人，並須遵守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如交易商只進行總額為12萬以下港元嘅現金或非現金交易，就無需註冊啦。關 Sir 啊，其實我已經準備入紙申請㗎啦，但遞交申請有咩要留意㗎？其實關於註冊詳情，你可以唔使擔心㗎。海關網頁上有註冊指引，入面好詳細咁講解咗有乜嘢要留意。但簡單嚟講，喺申請註冊前，申請人應該判斷自己需唔需要申請註冊，以及所揀嘅註冊人類別係咪合適。或者我分享下普遍交易商喺申請時要留意嘅地方啦。首先，提交申請嘅交易商需持有效嘅商業登記證或者有效嘅小販牌照。而遞交商業登記證嘅時候，要留意係一定要交商業登記證同埋所有同業務有關嘅分行登記證啊。哦，即係我除咗交我嗰2間鋪嘅分行登記證，仲要交埋總公司個商業登記證先得啦。係啊，申請人需提供所有業務處所嘅地址及通訊地址，指嘅係申請人經營貴金屬及寶石業務所在嘅任何處所。而喺註冊獲批後，註冊證明書會發俾註冊人嘅主要營業地點，而分行證明書會發俾註冊人會同客戶進行面對面交易嘅處所。呢啲資料仲會顯示喺海關網頁嘅註冊記錄冊㗎。關 Sir， 我做網店嘅，冇實體店鋪㗎，我係咪填屋企地址同埋交住址證明就得㗎啦？如果你嘅商業登記證只有屋企住宅地址作為經營貴金屬及寶石業務嘅地址，申請人除咗要提供地址證明之外，仲要確實取得該處所每名佔用人嘅書面同意，以便海關人員有需要時入內進行例行視察。關 Sir 啊，我嚟緊會註冊做 B 類註冊人，想問下填寫適當人選聲明嘅時候，有冇咩要留意呢？喺申請做 B 類註冊人嘅時候，根據法例，每位必須符合成為適當人選嘅人士，都要各自填寫適當人選聲明，即係要遞交適用於獨資經營者、合夥人、董事、最終擁有人嘅表格 3A， 連同附錄1及2，或適用於法團合夥人、法團董事嘅表格 3B。關於表格 3A 入面嘅附錄1，聲明人必須喺見證人在場情況下簽署㗎。
喺見證人在場嘅情況下簽署，即係點啊？同埋可以揾邊個做見證人呢？係啊，呢一部分真係要特別留意。聲明人係要喺見證人在場嘅情況下簽署附錄一，因為見證人必須將附錄一內載列嘅個人資料同聲明人嘅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互相核對及證明當中所述嘅個人資料真實無誤。見證人係指海關獲授權人員、執業專業人士，例如事務律師、會計師及核數師、公證人或太平紳士。如果需要海關人員作為表格 3A 附錄一嘅見證人，相關人士必須親身出席申請會面，並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海關人員喺核實其身份後，相關人士須喺海關人員面前簽署，再由海關人員以見證人身份加簽作實。若果唔係喺海關人員面前簽署表格 3A 附錄一，海關人員將不會加簽㗎。而任何相關人士喺填寫適當人選聲明表格時，喺表格要項上作出屬虛假或具誤導性嘅陳述，或喺某項陳述中遺漏任何要項，即屬犯罪。所以喺填寫嘅時候就要仔細啲啦。哦，原來係咁。關 Sir， 咁我想問下，註冊咗之後有咩要做噶？首先，不論係 A 類或 B 類註冊人，都需要喺佢嘅主要營業地點同每間會進行面對面交易嘅分行當眼處展示註冊證明書同分行證明書。如果註冊人會透過網站或其他電子方式經營業務，則必須喺相關網址或平台上展示註冊資料。如註冊詳情日後有任何改變，例如改變註冊人名稱、增減業務處所等，註冊人需要喺改變發生當日起計嘅1個月內，透過填寫表格錄，以書面方式通知海關關長。特別要留意嘅係，有部分事項係需要預先以書面通知，例如想喺獲批予註冊後，為新嘅分行或臨時攤位申請分行證明書供展示用途。註冊人係應該提前7個工作天向海關提交表格5，通知海關有關會同客戶進行面對面交易嘅業務處所。另外，任何人如果想新增成為 B 類註冊人嘅合夥人、董事或者係最終擁有人，必須事先填寫表格4以書面申請。喺擔任之前，註冊人要確保已取得海關關長嘅批准。如果註冊人打算停止經營佢嘅貴金屬及寶石業務，須於停止經營前遞交已填妥嘅表格7，通知海關擬停業日期。關 Sir，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關於 B 類註冊人根據法例要履行嘅法定責任啊？當然可以啦。B 類註冊人除咗要遵守適用於 A 類註冊人嘅責任外，B 類註冊人喺進行總額為12萬或以上港元嘅現金交易時，須遵守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附表2所定嘅要求。大家一定要清楚了解適用於 B 類註冊人嘅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我只可以喺度約略介紹一下有關要求，包括客戶盡職審查，即係以客戶嘅身份證明文件去清楚識別及核實客戶嘅身份。如果得知客戶被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制裁，或被指定為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所聯繫，需立即停止進行有關交易。當中仲有好多其他細節需要執行同留意㗎。備存記錄，備存核實客戶時所取得嘅相關資料及有關交易文件，及保存相關記錄最少5年。持續監察，不時複核取得嘅客戶資料，以進行持續嘅客戶盡職審查及採用風險為本嘅方法，對所有業務關係進行交易監察。職員培訓，為所有新職員、前線工作人員、後勤職員、經理級人員及洗錢報告主任安排相應嘅培訓，確保佢哋有能力執行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措施。而不論係 A 類抑或 B 類註冊人，如果遇到任何可疑交易，即係你知道或懷疑嗰啲係可公訴罪行得益嘅財產，即係俗稱嘅黑錢，
咁就要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A 條，喺合理範圍內，需盡快將所知嘅詳情向聯合財富情報組披露㗎。哦，我諗大家都要消化下，或者我整理一下啲內容，再 send 翻俾大家。今日唔該晒關 Sir 抽空為我哋講解咁多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註冊制度嘅內容。唔該晒 GoBot 同咁多位交易商。頭先我講啲資料，其實我哋海關網頁都有㗎。大家除咗可以揾我之外，我哋仲有呢啲嘅聯絡方式，歡迎大家向我哋查詢。拜拜。